再来看高雄的中山大学，常常拢有高三抢学生囡仔的食物。最近学校是呼吁学生爱以保护家己的安全上重要哦。物件疯抢会当来向学校申请补偿金，目前是试办过半月，阁无学生囡仔提出申请。伫宿舍外口等待外送人员，无偌久就出现2只狗，学生惊家只好将食物等伫涂骹。这是中山大学常常发生的代志。不过最近学校打出公告，顶管写讲，若是学生伫学校买物件，互高三抢去，事后提出消费证明，记录高三食物件的画面，学校会有补偿金，上悬会补助100块。学生讲，若是真正拄到，会去申请。我感觉因为这款代志是平常的代志，伫阮学校。因为学校其实都会宣导说，就是不要把食物拿在手上，然后不要拿塑胶袋，用环保袋。因为中山大学就位伫叉山边啊，高三甲学生常常发生冲突，甚至去年有学生为着保护食物，互高三掠着伤送病院。只是学校为顶个月开始实施高三抢食物的补助，到今也无学生申请。对此，民间团体也烦恼，惊学生的作业。呼吁上好爱甲物件收好好。咱体谅讲学校想要互学生甲教好好相处这个心态。毋过我嘛真烦恼，讲这个补偿的方法会互学生感觉讲，安尼我今仔开始我就毋免好好甲物件收起啊，我就摕伫咧手里，伊要来抢就互伊抢。我是希望大家爱甲食物收好。其实，高雄市政府伫2011年也有针对高三攻击的事件修改公共责任意外险内容。若是游客伫叉山受到高三攻击，都会当申请理赔，上悬金额是50万。根据观光局统计，这2年拢无民众申请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